脾胃功能弱，主要表現係消化方面。氣虛係整體鈣虛，唔單止係脾胃，而係成個身體嘅氣都唔足。脾虛時間長咗會導致氣，因為脾係氣血生化個源頭，脾胃功能弱咗，氣血生成就少，人就虛咗，所以氣虛。鈣人往往亦有脾虛鈣問題，但氣虛更嚴，唔單止係消化唔好，而係成個人都虛。茯苓利濕，需要消耗氣把濕氣推出去，要靠氣鈣推動。如本來就氣虛，再用利水藥，氣會更虛，人更冇力氣。單用茯苓不單止唔可，以單排乾淨濕氣排出去。茯苓配黃皮，形成良性循環，適合氣虛導致鈣水腫、疲勞、出汗。黃皮15克到30克，茯苓15克，煮水飲。黃皮鈣分量可以依氣虛程度調整，氣虛嚴重解用30克，輕啲解用15克。如果同時有脾虛，可以加埋白術、三味藥一齊補氣健脾利濕，效果更全面更均衡。感冒發燒鈣人唔可以用，陰虛火旺嘅人唔可以用，肝陽上亢、血壓高者要慎用。茯苓配薏米同冬瓜，適合濕熱重嘅人。夏天濕熱時尤其啱用。症狀包括身體發熱、皮膚出油、臉上油光、容易生痘、口乾想飲水、舌苔黃厚，呢啲症狀顯示濕熱並存。濕熱來源一係外感，夏天天氣又熱又潮濕，上火同濕氣一齊侵入身體；二係內生，飲食油膩辛辣，令體內產生濕熱，濕氣時間長咗會變濕熱。濕熱好麻煩，因為濕同熱兩者必須清熱利濕同時進行。薏米炒過用，性涼，清熱利濕健脾。冬瓜帶脾利水作用更強，性涼能清熱，三者合用，清熱利濕力量好強，特別適合夏季濕熱重時用。茯苓10克，炒薏米30克，冬瓜皮或冬瓜塊100克，煮水當湯飲，亦可以加綠豆，效果更好。夏天可以整日飲，當飲品可以預防中暑、清除暑濕，保持身體清爽。不過可能對胎兒唔好，要避免。脾胃虛寒嘅人唔可以用，因為搭配偏涼容易肚痛。胃痛 frequent 缺濕造成 infant reset， 缺濕要注意平衡之道。偏溫燥鈣藥用耐咗會傷陰，傷陰即係消耗身體水分，表現為口乾舌燥、皮膚乾燥。居胃同時需養陰保持平衡，常用麥冬或山藥來調和。麥冬養陰生津，潤肺清心，可以補充身體水分，防止乾燥。黃芪、茯苓加麥冬可以防止消耗水分，健脾補中，生津解渴，寧心安神。山藥甘平，補脾養胃，生津益肺，補腎。茯苓、白術祛濕健脾，加山藥增強補脾，特別適合脾虛濕重兼陰虛，表現為濕氣重又口乾唔解渴，皮膚有啲出油又有些少乾燥。呢種情況唔可以淨係祛濕，茯苓配山藥祛濕補脾，非常平和，適合長期服用，可煮水飲或煮稀飯食療。祛濕常見誤區，好多人犯，日日飲祛濕茶係唔啱嘅。祛濕奇方係藥，唔係茶，唔可以日日飲。長期服用會打破平衡，濕氣重時飲下就得，狀況減輕後要停落嚟。如果濕氣反覆，根本問題仲未解決，可能脾胃功能仲未恢復，或者生活習慣未改變，飲再多祛濕茶都冇用。只祛濕唔補脾係錯蓋，濕氣根源係脾胃運化下降，光祛濕唔補脾，濕氣係去唔走該。要從根本解決，必須調好脾胃，脾胃功能強，濕氣自然減少。唔好淨係祛濕，唔睇體質係最大問題。不同